水係珍貴嘅資源，為咗減少食水消耗，一場水資源循環嘅再生工程正喺澳門展開。隨住再生水正式供應至石排灣公屋同澳門大學，澳門嘅水資源利用邁向咗全新里程。發展再生水係特區政府促進水資源循環利用、保障澳門供水安全嘅重要政策。應用再生水係轉廢為寶嘅重大節水環保舉措，亦都係建設澳門成為節水型城市嘅關鍵一步。宏大願景嘅落實背後有賴專業嘅技術把關同嚴格嘅管網測試。目前路環再生水站已經投入運作咗一段時間啦，供應嘅水量穩定同埋水質合乎衛生標準。我哋見到嘅自適再生水管道咧，係經過多輪嘅壓力測試同埋接駁嘅測試啦，我哋睇到係已經完全獨立分開咗我哋嘅飲用水管道啦，大家可以放心去使用。經過嚴謹嘅協調部署，呢股潔淨嘅再生水順利引入澳門大學等首批供應區域，為綠色校園注入活水。喺校園正式啟用再生水之前呢，我哋同海事及水務局同埋自來水公司有緊密嘅溝通嘅，透過現場視察啦，同埋一啲技術會議去協調同埋準備前期嘅工作。可持續發展綠色校園係校方嘅核心理念，尤其係水資源循環再用方面。目前大學大約11公頃嘅湖水咧係可以循環再用嘅。有咗再生水之後咧，可以利用再生水作為湖水嘅補水，達到整個灌溉系統係循環再用水。首批區域嘅成功通水奠定咗堅實基礎，未來呢片紫色嘅再生水網絡將會逐步擴大，令到每一滴水發揮最大價值。隨住日後進一步擴大再生水嘅供應範圍同埋拓展用途，我哋期望去到2030年，再生水用水量會達到全澳用水量嘅5%。2035年，再生水用水量達到全澳用水量嘅10%，從而減少對原水嘅消耗。呢兩個區域率先使用再生水嘅經驗，可以為日後再生水擴展至其他區域嘅時候提供好有參考價值嘅真實依據，亦都能夠令日後將會應用再生水嘅其他居民有信心，有助日後順利推行再生水，並且令我哋嘅工作做得更好。